专注的眼神，脸上斗大的汗珠，林文清正在圆他的梦。这可以上下，有点左右。从电子业务转行，2年前回到家乡苗栗3义，开了这一间彩绘木鞋屋。荷兰木鞋3义木雕，我感觉好像可以做，然后我就机票买了，我就去荷兰了。机票买了，去荷兰差不多1个月去学这个过程，我就回来就开公司。当初投资100多万，开店2年，逐渐做出成绩。1年卖掉近10000双木鞋，品尝甜美果实的背后，是客家应景不怕苦的精神。我那鞋楦有铝的，有铁的，也有木头的。那做铝的就是这样，他本来就不愿意做的，翻模、翻刷，他们也是很辛苦做了那个价钱也不是太好，几万块而已，本来都不愿意做，不爱走，几后嘛不爱走，技巧好不爱走，后面就是跟他撸好几次，后来看你他早已经，这嘛是有挑战性我来试看买了。就是这股冲劲，不少游客慕名而来。大部分都是慕名而来，就是专程要画的。他如果要来，他就是要画。但毕竟自己是道地的客家人，总想要替客家文化尽点心。于是荷兰的梵谷遇上了3义的木雕，勾勒出这样的客家风情。木鞋花色就绘上油桐花吧，但光这样还不够，个人签名，因为可以让游客动手做。爸爸帮你准备好了。亲子3人体验动手画的乐趣。我们也有曾经那个阿嬷来画那个他有特别讲说，你不要教他的孙子怎么画。他说小朋友涂的就是最漂亮的。这间彩绘屋有着林文清的大梦想，来到彩绘屋的游客透过画笔也完成他们的小梦想。你那个有创造力是不够的，有很多创意的想法是不够的，执行力才是重点。荷兰木鞋遇上3义木雕，梵谷向日葵比美客家油桐花，艺术冲击出美妙火花，也映照了梦想发光。小小木鞋才踏出我的感动时刻。